过去。打了电话，在湖里发现了你爸的尸体。 陆总，老何，情况怎么样？陈建国的亲属来了吗？建国的女儿陈默。陈小姐，你爸爸的尸体找到了，你去看吧。陈默。 陈默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，而警方在尸检后得出的没有暴力伤害的痕迹，似乎表明陈建国真的死于自杀。耿总，耿总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是建国找到了。谁？建国，他死了。死了？在哪儿啊？湖里。你说金牛爸怎么死的？自杀。这不可能啊！他是派人来杀我的，怎么反而他倒死了呢？不可能啊！小雪，你说金牛爸的项目咱们刚刚拿下来，建国就自杀了。为了拿下金牛爸，我多花了1.5个亿。你说如果建国死亡的消息传出去，金牛爸就得大大贬值了。耿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短短2、3天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多事，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啊？不知道。我想这应该是幕后有人操纵，是不是在跟我过不去啊？你说谁呀？你怀疑谁呀？啊？真的是不知道。小莫，你要坚强，爸爸与你永别了。记住，爸爸是永远爱你的。耕农，那个人已经来了，我被他逼得走投无路，才出此下策。你千万当心，他是冲着你来的。这个，你先回去，我看看那孩子。让我陪你吧。不用了，先回去。好，那我做饭等你啊。小莫儿，经过警方现场勘查，在你爸爸身上没有发现胁迫和暴力的痕迹，初步断定为自杀。
爸不会自杀。小马，你爸爸在遗书中提到的那个人，能告诉我他是谁吗？小马，为了拿下金牛坝，你让耕农叔叔多花了1.5个亿，当然耕农叔叔不怨恨你。我想，在你的身后应该有一个人在暗中指使你，能告诉耕农叔叔这个合伙人是谁吗？小马，近几天发生了很多的怪事，先是死了大批的鱼，接着是薛云老师被害。我想这可能都是这个人干的。但最关键的是，你爸爸的死和这个人有直接的关系。去哪儿啊？养殖场。去养殖场。好。刘根能说的是真的吗？你指什么？那个人是杀害我爸的凶手。但至少我觉得，陆耕农不应该是杀害你爸的凶手。如果他要杀害你爸，也不应该让你爸死在金牛坝，那样会毁了他一辈子的兴趣，太不合情了。我错了。英乔，我错了吗？至少你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，我觉得还不算错。可那个名字是假的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他和段源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我太天真了，谁说能找到杀害我爸的凶手，我就相信谁。英乔，我就是个大傻瓜。